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酸菜排骨炒年糕。上次用咗半包嘅年糕整咗個西式白汁海鮮味嘅，今次用另一半嘅年糕整呢個中式酸菜排骨味，鹹鹹酸酸好開胃。呢排天氣開始熱，悶悶地食呢款年糕就啱晒啦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。材料有年糕1碗半，排骨1磅，鹹酸菜1包，紅蘿蔔1/4碗，薑絲1湯半匙，蒜末1湯半匙。鹹酸菜剪開個包裝袋，拎出嚟沖洗下，然後切開細細粒。用水浸1個鐘。排骨切開一嚿嚿。醃排骨有1/4茶匙糖、1茶匙生抽、半湯匙粟粉、少少白胡椒粉，撈勻佢，醃佢半個鐘。鹹酸菜浸好之後，隔水。煮之前我哋浸一陣，就唔會太鹹同埋太酸，但係又唔可以浸太耐，唔係就會冇晒味。我哋用隻白鑊開大火，烘乾鹹酸菜，俾半茶匙嘅糖炒下佢。炒到乾身之後，就落大概1湯匙嘅油，鹹酸菜烘下佢會更出味。落薑絲，炒20秒左右。然後先取出備用。用返同一隻鑊，落少少油，落排骨，冚蓋20秒煎一煎佢，轉金黃色就反轉。落蒜頭，另一面都煎下佢，會更香。兩面都煎過之後，就翻炒幾下。落鹹酸菜，落大概1杯水，滾起之後冚蓋，轉細火煮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，放年糕、紅蘿蔔炒勻，然後落1杯水左右，冚蓋煮滾。然後用細火冚蓋煮多5至8分鐘。如果想年糕腍啲嘅，就煮耐少少。煮腍年糕之後，就試下個味。調味我俾咗1茶匙嘅蠔油，1茶匙生抽。鍾意葱嘅朋友可以放啲葱花落去。
撈多兩撈咁就做好噶啦。希望你哋都會鍾意呢個鹹酸菜排骨炒年糕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家常菜嘅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歡迎訂閱撳鐘仔，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